几个头顶左右摆起来就可以了。来 B 区、C 区、D 区还亚洲的帅哥们没收到祝福进来也没关系，可以从那个灯队当中感受。来，接下来跟吹灯的手灯利用的走灯舞台上面，标记到空位站，把距离打开。来，我们舞台上面走啊，不要害羞，来感受一下灯的带滴。来，实验了，把咱们祝福现在双手几个头顶左右摆起来。来，朋友们站到舞台上面，腰肌找空位站，把距离打开。接下来咱们等待着的流声水的鬼，水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先别放了下去，把咱们祝福金带挂在脖子上，左手空起手举高，右手叉腰。接下来带滴来喽。